不知邹师前来我天机城有何贵干？老夫听闻最近补兴寺开播，特地前来一看究竟。喂，快开门看补兴司！就算是闯机关道也在所不辞。哦，原来是追番啊！邹师何须劳驾来此？只需到 B 站上点击视频下方的追番按钮，即可完成追番。每周四、周五12点准时开播，届时便可收到通知。啊，人呢？不早说，我们回家追番了。踏！在你身上有神秘的力量，穿过人群昂扬，用你想象定格每一道光，在黑暗中释放。我的一切都是肮脏，外人看似仓皇，你的周围出现光芒，转身变换了模样。冥冥中种下了坚强，如果我有力量，任我横冲直撞，连踏世界的荒唐，迈向成王。记住，咱们的目标是头筹。若儿，天行哥哥，有没有受伤？这是蓝府请来的贵宾，我们到此撒野，就不怕伤他吗？还伤了他？这小姑娘一出手，我们身体就像被掏空了一般。什么小姑娘？此乃墨家巨子。哦，原来是墨家巨子啊！真是多有冒犯。不知道啊，冒犯了，冒犯了。巨子是邹氏贵宾，赶紧散了，免得邹氏怪罪下来。走走走，散了散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巨子异能奇特，我们没料到周天行又突然出现，所以没能带走他。尔等放肆！蓝公子，哎呀，巨子没事吧？哎呀，是家奴疏于管教，惊扰了巨子，死罪死罪。不必，我们这就回去了。哎，别急呀，不如墨家与氏族多有隔阂，不便久留。天行，邹师交代，巨子安危起居由你负责，先送我们回机关城吧。未能以礼相待，实属怠慢。唉，真是无缘了。毕府藏书长虹书简，多有记载兴利之事，其中不明之处，还想向巨子请教，如今只好作罢了。长虹书简就在书房，巨子不妨随我前去。哎，巨子刚受惊扰，需要在此调息一会儿，我跟你去拿。这也好，请随我来。天行哥哥，蓝氏少主有没有异能？应该没有。泰山补兴，他早早离山，没侵染心灵。我怎么觉得蓝玉的眼神像一个人？难道是是采薇？
墨玄姑娘，请。是秦泽告诉你我叫墨玄？是他告诉我的。墨玄姐姐，蓝风重地，二位不能进去。他去了这么久，不会有事吧？墨玄姐姐，这儿呢。走吧。周兄，便不远送了。哎呀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真怕不对付的也叽叽喳喳的凑成了对。少主的意思是？嘘，杀人夷庭与刃，有以异乎？哦，什么意思啊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氏族的杀人了！欺人太甚！兄弟们，跟我走！走走走走！走吧，将你的军。是，出去！好，这儿他们参照，一命抵一命，他们在这儿呢。一群可恶的败类，杀我同族！哼！你跟爷爷决斗，尽管来，找什么借口？拿命来！你们居然背后暗算！原来是你们搞的鬼！借刀！就是这里，赶紧去帮忙！别让老大吃亏！走！老大，混蛋，这都是谁干的？尔等放肆！都给我住手！秦帅，都疯了！自己人乱什么？他们杀了我们同族！明明是你们先挑衅的！你们不但屠村抢占氏族领地，还杀了同居的兄弟！对，是啊，就是，明明是他们先动的手，是他们杀了我们的人！说什么？明明是你们闯进来，杀了我们的人！都给我闭嘴！我替邹氏问儿的，秦之强盛，所为何也？征战四方，吞并六国，无非是4个字：法度非人。从今以后，再有乱军心者，便无此见。谁还不服？尽管上前！不错不错，征战四方，吞并6国。诸位，量天下之物博，足解我等一人之欢心。若是因内斗而被外人渔翁得利，岂不可惜？说对，受不了。说的好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老子在蓝府都待腻了。是啊，何时解放？干彩票，我都快憋死了。是啊，就是。秦帅，带领我们去冲锋吧！带领我！秦帅！虽然一人远强于凡人，却抵不过朝廷的千军万马。邹氏已明示，在朝廷尚未针对一人前，以雷霆之势夺下东海郡，逼使其接受现实。
才有我一人立足之本。阿泽，你有大能，也是一人表率，日后封王拜相，只等战功了。我等谨遵秦帅调遣。谨遵秦帅调遣。启程吧。诺。以东海为根基，还需担心的，一是汝南，二是朝廷，三是墨家。我安插在汝南氏族的暗旗，已通过余英传来回报，他们愿意合作，已挑选了合适大儒，只待开设雅旗，随时可以配合下一步摘星。朝廷方面，学生往太守府走一趟便足够。至于墨家，他们有句话：天下皆白，近墨者黑。这次，我们不妨也黑他们一手。凤元孙氏89645钱，高堂白氏91340钱。哎呀！兰陵兰氏凤鸣，夫君，学生有礼。听闻兰氏最近不安分呢。兰氏全盘接管兰陵，兰陵偷漏的算民先补上了。补齐算民也算利国利民，兰陵之事，本府便不再追究了。但本府听闻东平县、文成县几大氏族对兰氏颇有怨言呢。夫君莫急，这些算是东平、文成两县近3年来偷漏的算民。当然，其他各地的氏族也慕府君教化，尽数补齐。他们都……那孟氏呢？东海最大的大儒，孟氏呢？孟氏。宗上，宗上，雷泽墨家怎么说？去雷泽的子弟回报了，他们说墨家示弱，我孟家殷勤自救。世人皆知墨家祭天下、立苍生，到了危急，竟也独善其身了。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他们不会不懂吧？雷泽本就是墨家分支，何况也已败落。如今一人正盛，墨家恐怕也不想因此得罪一人。啊，快看，有枪矿！啊，谁呀？只有一个人。啊！保护组长！这一次，投诚还是灭族？承天道袭孟氏族长30世，因此不降一鬼。如今天下归一，氏族割据反倒贻害无穷，我等正是为朝廷除害呀。
此言不虚，兰府忠心可见，某定当据实禀报。蓝玉给的长虹书简，记录了五色石和阴阳生克之间的关系。书简上的五行阵法，很适合墨家一人弟子修炼。我本想让天机师兄一起研究，他却闭关毫无动静，怎么也不开门。他就这德行，做事一根筋，8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泰山大战后，我看这毛病更甚了。情况不妙，方才墨家太子回报，东海四方氏族皆已投诚蓝氏，便只剩下滕氏。滕氏，缘起于兰陵东北交界的滕国，是祖师爷的故里，与墨家相关。原本便是墨家分支，秦灭后西迁至雷泽，至今仍归宗于墨家。那邹氏会攻打滕氏吗？滕氏与如今的墨家一样，固守于自己的城池，与世无争。既然邹氏让天行来机关城，想必滕氏暂时不会有事。报！巨子，天机城外，新阳元氏使者求见，说有要事传报。采薇的消息，开门迎接。拜见巨子。你不是山顶那个？你巨贼假仁假义，应以兄弟为重，实视你我为下等人。是，接了笔买卖，送帛书于你。汝南氏族已被统一，落款没有名字，只有4个字：为我何求。晨风雨着分妆，不顾心之伤。寒光贴衣苍苍，冷血暗宫喷张。剑舞旌旗飘扬，乾坤人自翱翔。蓦然回首，月下孤影仓皇。专注歌影红妆，想洒下月光。愿尘缘散尽的彷徨，黑暗深渊凝望。女红披上戎装，许诺是假的荣光，是以为所是担当。爱与情何以问，生死何以谈。情愿长存，没不再待重生。愿逐歌诉红妆，把酒当月光。哪怕尘缘散尽，心不忘，舍身奔赴愿望。不计虚幻。